大家好，我是丹森丹大，欢迎收看单打独斗的4分钟藏语教室。之前呢，我们已经学过了1到10，所以呢，11呢，我们就把10先拿过来讲 ju， 然后呢，后面呢再加上jik 变成 jik 就可以了。所以藏语里面很容易，他就先讲一个10 ju， 后面加上一个jik就是11。那12呢就是 ju ni。13呢是 ju song，14呢是 ju shi， 好，15呢是 jo nga， 好，所以这边稍微注意一下，15呢它不叫 ju nga， 它是 jo nga， 它是发 jo 的音jo nga。好，16呢是 ju ju， 又回到原本的 ju 加上 juk， 好，那17呢是 ju dun，18呢跟15一样它要用 jo， 所以呢它是 jo ye。然后呢，19呢是 ju gu， 好，20要稍微注意一下，它不是叫你 ju， 它叫做你 shu。好，所以呢，11到20呢，其实只要特别注意3个，一个呢是15的 jo nga， 再来是18的 jo ye， 以及20呢叫做你 shu。所以我们再念一次 ju ji、ju ni、ju song、ju shi、jo nga、ju juk、ju dun、jo ye、ju gu、你 shu。那21在藏语要怎么说呢？刚刚讲到说20呢是你 shu， 那1呢是 jik， 所以呢我们先讲20你 shu， 然后呢中间呢加一个 za， 然后呢在后面放上一个 jik， 就是你 shu za jik。你是扎进呢就是21，那后面呢就以此类推。22呢是你是扎你，23呢你是扎松，24呢你是扎西，25你是扎那，26你是扎 juk，27你是扎敦，28你是扎 ge。29你是扎固，好，那30呢叫做松就，好，松呢是3，就是10，好，但是注意一下这边30的3松呢是没有前加字嘎的，它是30松嘛，松就的部分呢也不是薄加成句就，它也没有前加字把，好，所以它是加成句就，松就。好，等我们10进位全部教完，学到100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简单的解释一下说，从30到90哪一些的就10的部分呢是要用温就把的，哪些不用，它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规则很容易。好，那等我们把10进位全部教完以后呢，我们再来做简单的一个解释。那另外呢，我们在中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念，它就是代表20，所以呢，我们讲念1呢，就是代表21。藏文呢也有相同的用法，比如说像20呢，它在藏文的缩写呢就是年，年了们年然年，所以年 jik 就是21，所以呢年 ni 22，年松23，年西24，年nga 25，年 juk 26，年敦27，年耶28，年姑29。以上呢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我们下一集见。Just a little.